弟兄姊妹平安。喺開始之前，同大家分享一個喺二戰打完之後呢個日本兵嘅真實故事。呢個故事震撼咗全世界。佢叫小野田豐郎，喺菲律賓叢林入邊匿埋咗29年。佢以為戰爭未結束，日頭戒備，晚黑巡邏，一直活喺孤獨同埋驚恐之中。一直到1974年，佢嘅上司親自飛過去同佢講戰爭已經完咗啦，佢先肯放低武器返屋企。當時全世界都嚇親，原來冇戴手銬嘅人反而可能帶住最沉重嘅枷鎖。今日我哋啱啱讀過嘅《使徒行傳》16章16到34節入邊記載咗一個更加深刻嘅對比。保羅同西拉雖然俾人鎖住，但係佢哋喺監倉入邊讚美神。而嗰個揸住鎖匙睇落好自由嘅腓立比獄卒，當地震震開監門嗰陣，竟然想攞刀自殺。呢個對比令我哋不得不問一個問題：邊個先係真正嘅囚徒？答案就喺佢哋嘅反應度。保羅同西拉嘅讚美顯示佢哋嘅心靈早就超越咗監倉嘅圍牆，而獄卒嗰把刀就暴露咗佢先至係真正嘅囚徒。點解咁講呢？因為獄卒雖然表面冇鎖鏈，但佢嘅心已經被恐懼完全捆綁晒。接落嚟，我哋就透過呢位獄卒嘅反應，一齊嚟睇清楚人心入邊最常見但又最致命嘅屬靈監獄——恐懼嘅3種面貌。第一種係恐懼嘅根源，係人唔再信靠神。我哋一齊嚟睇16章27節嘅經文。個獄卒一醒，見到監門全部打開，以為班囚犯走晒，即刻攞刀想自殺。呢個反應係咪好極端？但正正係反映咗佢心入邊最深層嘅屬靈狀態。佢冇揾人幫手，冇求救，第一時間就自己解決。點解呢？因為佢活喺深深嘅恐懼中。佢嘅恐懼唔單單止嚟自羅馬法律嘅嚴厲，而係內心早已認定一切都玩完了。呢個係一種屬靈嘅信號，佢失去咗盼望。佢唔係冇能力，而係唔信仲會有第二次機會，唔信有人會幫佢。所以話恐懼嘅根源唔係情緒問題，而係信心嘅問題。好似加爾文講過咁，人所有嘅恐懼其實都係源於對神缺乏信任。當我哋唔信神會帶領，唔信神仲愛我哋就會自動進入自我防禦模式。就好似創世紀嘅第3章，亞當犯罪後講咗第一句說話咁：我聽到你嘅聲音就驚，所以我匿埋。呢種驚就係唔信帶出嚟嘅恐懼。弟兄姊妹，可能我哋未必好似獄卒咁極端，一驚就想自殺，但我哋可能一樣活喺恐懼入邊。我哋明明知道神感動，我哋回應服侍，但係都係話等下先啦。呢種等下先其實就係驚自己受傷。明明知道有人需要安慰，但係遲遲冇行動，其實就係驚自己冇資格。我哋以為自己係冷靜，其實係驚；以為自己係謙卑，其實背後係唔信神。耶穌喺馬太福音嘅25章講咗一個按財受託嘅比喻。
入邊就有一個將1,000兩銀子埋起身嘅僕人，佢都講咗一句：我驚。佢因為驚，所以乜都唔做。但主人唔係話我理解你嘅壓力大，而係話你呢個又惡又懶嘅僕人，點解咁嚴厲咁批評呢？因為佢唔係能力唔夠，而係根本唔信主人。弟兄姊妹，當我哋用我驚做理由唔回應神嘅時候，其實我哋已經俾恐懼困住咗。因為屬靈嘅監獄唔一定有鎖鏈圍牆，有時只需要一句我唔夠。第二點，恐懼嘅錯覺就係人想取代神嘅位置。我哋再睇翻獄卒嘅反應，你留意下，佢冇查證，冇揾人幫手，第一時間就攬晒所有責任上身。點解呢？其實佢唔止驚，更深嘅一層係控制唔到就自責嘅心理，係一種所有後果都係我搞成嘅，我要負責全部責任嘅心態。呢種反應背後唔係信心，反而係一種假扮責任感嘅恐懼，係一種屬靈嘅錯覺。講白啲就係我哋想嘗試取代神，坐喺唔屬於自己嘅位置上邊。呢種恐懼扮責任嘅事情唔係新鮮事。喺撒母耳記上第13章，掃羅王面對敵人壓境，撒母耳未按時到，佢就驚到自己走去獻祭。表面睇掃羅係負責任咁做緊宗教儀式，但其實係因為佢驚。弟兄姊妹，你可能冇熱虔獻祭，亦唔係嗰個攞刀嘅獄卒，但我哋有時都係用責任感嚟掩蓋內心嘅恐懼。比如個仔出咗啲問題，你第一時間就會自責，一定係我教得唔好。屋企人未信主，你可能會懷疑係唔係我唔夠屬靈。教會事工可能都唔理想，你即刻就諗到係唔係我帶得唔好，搞到主都唔祝福。聽落好似你好有負擔，但其實我哋係企喺神嘅位置嗰度，我哋就好似一個坐喺副駕駛，硬揸住個方向盤，明知道唔關你嘅事都唔肯放手嘅人。第三種恐懼嘅欺騙，就係懷疑人自己仲值唔值得被愛。我哋再翻嚟睇獄卒嘅反應，你話點解一個本來揸住刀負責監管外表強大嘅軍人，竟然喺幾秒之內就決定結束自己嘅生命？因為佢信咗一個極深嘅屬靈謊言，我失敗咗就冇人再接納我，就唔值得再活落去。呢個係恐懼最陰險嘅一面，唔單止令你驚，令你逃避，令你控制，仲會令你懷疑你係唔係仲值得被愛，仲有冇價值？仲記唔記得主耶穌被捉嗰晚，2個門徒都失敗，猶大出賣咗主，彼得3次唔認主，仲發毒誓話我唔識呢個人。但最後2個人嘅結局完全唔同，猶大喺絕望中自殺，彼得痛哭悔改。點解有咁大嘅分別？唔係因為彼得做得冇咁錯，而係因為佢喺失敗中仍然相信主仲愛我。但猶大就選擇相信謊言，我已經唔配再翻轉頭，神都唔會再要我。換句話講，佢唔係俾神拒絕，而係自己唔信仲有恩典。另外，呢種恐懼唔止喺失敗之後先有，連成功之前
都可以充滿焦慮。喺路加福音嘅22章24節，耶穌最後晚餐期間，門徒竟然爭論邊個最大。表面上係討論位置，背後其實係隱藏住焦慮。如果我冇俾神重用，我就冇價值。聽落去好似係咪係好熟口面？我哋搏命侍奉，背後可能係驚俾人取代。我哋不斷咁付出，背後可能係想換嚟人認同。同大家講下我自己嘅見證。我喺神學院讀書嗰陣，最驚嘅唔係寫論文，而係驚帶領禱告。每次我都緊張到心跳加速、手心出汗，唔係唔想禱告，而係心裏邊有一種講唔出嚟嘅壓力，好想表現得熟練啲，講得深啲，表達得好啲。我以為自己係敬虔，其實係想靠俾人睇到嚟證明自己嘅價值。背後其實隱藏住一種恐懼。我驚我表現唔好就代表我唔夠資格。我驚如果我俾人睇到我嘅軟弱，就等於我冇價值。我驚如果我唔夠屬靈，就會俾神遺忘。弟兄姊妹，我哋睇到恐懼嘅根源係我哋唔再信靠神。恐懼嘅錯覺係我哋想控制，卻無力承擔。而恐懼嘅欺騙係我哋懷疑自己仲有冇價值。而呢一切都説明一個屬靈嘅現實。人真正嘅監獄唔一定有鐵閘同埋鎖鏈，而係一個充滿唔信、焦慮同羞愧嘅心。咁我哋要問，點樣先可以從呢個監獄入邊釋放呢？答案只有一個，唯有喺耶穌基督入邊先有真正嘅自由。我哋一齊睇返16章嘅28節，保羅大聲嗌：唔好傷害自己，我哋全部喺度。呢句話好似一道光照入獄卒封閉已久嘅心，震碎咗佢心入邊嘅恐懼同羞恥，喚醒咗佢最深嘅渴望。佢即刻跪低保羅同西拉面前，問出一個生命最重要嘅問題：我要點做先可以得救？跟住33節到34節，我哋睇到佢哋開開心心幫使徒清理傷口，預備食物。呢個就係一個人被福音觸摸之後嘅改變。佢嘅生命完全轉變，從被恐懼控制到被恩典釋放。呢個正係福音最美好嘅工作，唔係幫我哋換一個環境，而係幫人換一個身份。同大家分享一個真實嘅故事，可能好多人都聽講過。約翰牛頓後生嗰時係販賣奴隸嘅船長，活喺黑暗同罪惡之中，唔單止極力抵擋神，仲成日公開褻瀆信仰。直到有一日，佢喺海上遇到致命風暴，佢喺恐懼中向神呼求，最後奇蹟咁存活落嚟。但弟兄姊妹，佢唔係因為避過風暴而得救，而係因為佢喺風暴中選擇信靠基督嗰一刻，佢明白自己得救唔係靠運氣，而係神嘅恩典臨到呢個唔配嘅人。從此佢悔改歸主，成為牧師，並寫落嚟震撼千萬靈魂嘅詩歌《奇異恩典》。用佢自己嘅一生見證咗一個真理：真正自由嘅人就喺基督入邊。弟兄姊妹，我哋一齊嚟諗下，邊個先係真正嘅囚徒？唔係俾人鎖住嘅保羅，而係心早就死咗嘅獄卒；唔係冇自由嘅人，而
而係日日俾恐懼折磨嘅人；唔係喺監倉入邊嘅人，而係連自己係邊個都唔記得，連自己屬於邊個都唔知嘅人。真正嘅監獄唔喺出邊，而喺你心入邊；而真正嘅自由唔係靠做幾多，而係知道你係神嘅寶貝兒女。加拉太書5章第1節講得好清楚，基督已經釋放咗我哋，要我哋得自由，所以我哋要企穩，唔好再俾鎖鏈綁住。今日如果你成日收收埋埋，驚到震，主耶穌同你講，我叫你企出嚟，唔係因為你幾好，而係因為我真係愛你。如果你搏命想控制一切，主耶穌話，我只想你翻嚟我嘅愛嗰度休息。如果你成日要證明自己，主耶穌話，我嘅恩典夠你用。弟兄姊妹，而我哋一切行出心入邊嘅監獄，靠住神嘅恩典，活出真正嘅自由。阿門。